今日又係張文彩同大家睇天氣。今日都幾大霧啊，天陰陰咁。而赤鱲角嘅能見度曾經降至2000米以下。睇衛星雲圖，咁見到有好多厚雲啦，係覆蓋住廣東沿岸㗎。咁所以今日部分地區就落過雨，而天文台就錄到0.4毫米嘅雨量。而預料一股溫暖同埋潮濕嘅海洋氣流會喺未來2、3日影響華南沿岸。天文台錄到今日最高嘅氣溫係17.8度，而而家都係差唔多㗎，係17度，相對濕度咧就係89%。跟住睇下天氣先生嘅預測。咁預測係多雲，有幾陣雨，同埋會有薄霧添㗎。氣溫係介乎16至20度，咁吹和緩偏東風。展望之後1、2日和暖同埋潮濕，而預測星期一啦仲會上到去27度添。而預測嘅空氣污染水平就係中等至偏高。再睇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氣。廣東等地會有小到中雨或者係陣雨，而受冷空氣影響，華北地區未來幾日會有大風同降溫。中央氣象台發出寒潮藍色預警。上海同北京聽日都係多雲，而首爾同東京都係多雲。東南亞地區馬尼拉、新加坡同吉隆坡有雷暴，胡志明市有薄霧，曼谷有煙霞，雅加達有雨。去到南半球，墨爾本天晴，悉尼同布里斯班有驟雨。奧克蘭都係有驟雨。去到美洲，洛杉磯天晴，三藩市同溫哥華有雨。多倫多有驟雨，紐約就有雨。最後去到歐洲啦，咁倫敦明朗，巴黎有毛毛雨，法蘭克福有雪，阿姆斯特丹有密雲，蘇黎世天晴。我哋香港咧就有雨落啦，咁但係雲南就受到乾旱嘅影響，更加達到特旱嘅指數添啊！而今年雲南嘅平均降雨量係打破有氣象記錄以嚟最低嘅紀錄，而氣温咧亦都比平均係高1.7度，連號稱世界最大油菜花花海羅平縣，咁油菜花嘅花期咧仲縮短咗成個月添啊！咁油菜嘅減產3%，令到遊客急劇咁樣下降。咁氣象部門更加指，雲南大部分嘅地區乾旱嘅天氣仲會持續添啊！今日同大家講到呢一度啦，祝大家有一個愉快嘅週末，拜拜。